课语能力中级及中高级类认证。第二单元口语测验，分为朗读测验、口语表达、华语转换客语3种题型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口语测验的朗读测验题型。第一类，韵文朗读。韵文朗读的解题步骤为：1. 理解客语汉字； 2. 一字一音； 3. 读字音不读字义。例如这一题：新造条路菊花米，花米菊笋肥走球。受款条路溜条站，溜条唔站动心记。要注意的地方有：菊不能读容，溜也不能读很，因为考题的文章写的是菊花米，溜条站，念的时候不要改题目的用字，看到什么汉字就照着念那个字的客语字音。所以宽条路就不要念成提条龙，要念宽条龙。